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朝见主，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来祈求他，仰望他，来到主的宝座中，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他，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让我们都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到底，谢谢你看过我们也看顾到底，谢谢你怜悯我们也怜悯到底。你像我们这样的守约施慈爱，你使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里面，主啊，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倾跌。当仕途难行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有一位救主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在世间的路上不致软弱，不致倾跌。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致摇动，在各样的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靠主得喜乐，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祝福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崇拜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在实体在线上，我们都一起蒙恩。你的话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蒙恩典，也愿你的恩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器械设备都为你所使用，所有的人员的安排都在你的手中。主，你使用你的仆人使女来侍奉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你所喜悦。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主的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充满了感恩。
因你赐给我们平安还有喜乐。主啊，虽然是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如此的不平静，有战乱、地震、洪流、饥荒，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在主里就有平静安稳。虽然是我们常常经历困难、忧伤，你的手托住我们，安慰以及释放我们。我们谢谢你，你也让我们的眼目明亮，看清摆在我们面前的各个的难处，也明白末日的各种灾难的临到是免不了，就让我们能够更加警惕自己，警醒祷告，做好准备，等候基督二次荣耀的降临。主啊，也使我们的耳目通畅，听清楚你的教训。因此，我们就愿意谦卑自己，真心悔改、回转，而得到你的救赎。无论外面的环境是如何的不安、恶劣，我们仍然靠主得胜，心里充满喜乐跟平安。所以，我们就把接下来的崇拜、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带领。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真神之爱新灵粮诗选83首，我们唱全首。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行，胜过海洋，长阔高深，无法测量。始祖犯罪，惶恐的手，深陷爱子。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宣言，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英文，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诗篇45篇10节到17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诗会来读白色的部分，会众读黄色的部分。第10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他儿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你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们一起来。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感谢主。接下来公祷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要向你祷告，求主你来纪念。我们要为着大西洋的国家圣路西亚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得到救恩。我们献上祷告。我们也要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永和天恩堂教会献上祷告。为徐志强牧师祷告，愿主祝福他在当地所有的服事，也让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我们来为祷告。主啊，我们也为着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神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让他们能够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和政策，让整个的国家人民因此蒙福。主啊，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还有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还有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医护人员还有军警人员在第一线他们的工作身心健康来祷告。这一切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结束。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宝华姐妹来读2段的经文。今天的第一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4章34节开始，在我们教会的圣经本是旧约21页。创世纪24章34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接下来24章42节，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允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的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妻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第58节，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她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毕尔拉海回来。天将黑，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第二处经课在罗马书第7章15节开始。
我们的教会圣经本新约170页，罗马书第7章15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成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奴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以上是圣经所记载的。谢谢宝华姐妹。今天的讯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在新约的13页。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由诗慧来攻读这一段。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他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献诗，我们现在请诗班来献诗。诗班献诗的曲目，我相信，第3港，名叫哥哥他。但是世上最重要的
谢谢史班曾道。我们请牧师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容易轻省做主公”。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曾过去，我依然依靠古旧十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信心要坚持下去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不到。信心本来就是一个看不到的东西，信心本来就看不到，但是你仍然要相信它，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凭，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也会去认为说，好像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眼见为凭，因为还是有一些东西眼睛看得到的，你也不能够相信。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是不确定的，跟没有办法去确定它、信任它，即使是眼睛看得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表示看不见的就是不真实的，看得见的就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看得见的才真实，看不见的是不真实的。事实上，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的历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许会遭遇一些困难或患难的时候。犹太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坚持跟持续不断。所以，当你对上帝坚持跟持续不断的时候，就是你对上帝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们信心会软弱，有时我们甚至会有信不下去的时候。然而保罗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但上帝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信不下去的时候，要记得那位持守信的上帝，他仍然坚持跟持续不断的爱我们。我们也应当用这样持续跟坚持不断的信心来回应他。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最近我想大家可能听到有一个歌手，一个中年的歌手，他也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觉得没有路走，很多人都觉得他的生命完蛋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我们都以为说那个是贫穷人才可能会去做的事情。这个人他有10几亿的家产，虽然跟他先生感情不好，但是他有非常多的钱，但是这些钱救不了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金钱可以救你的生命。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往金钱的方向走，我们很期待金钱可以做些什么？好像当然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好像万万不能。但是事实上，有钱的人也很痛苦。我们说穷人很辛苦，但是有钱的人也很痛苦。他们不知道路在哪里，即使有钱也不知道路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记得，当我们觉得没有路走的时候，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向上的路。那一条向上的路，那一条到天上的路，是我们跟上帝的美好的亲近的关系的那样的一个路。不是没有路走，是我们不愿意去走那条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还应该做些什么，好像我们应该要用些什么样的东西，好像这样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以至于他能够给我们这条路走。其实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要做多好的行为，不是我们要尽到多好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上帝才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成为义人，上帝才爱我们。上帝是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仍然接纳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仍然是爱我们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环境当中，即使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记得仍然交托。什么叫交托？以前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小时候他喜欢到处去玩，但是去上学的时候，学费单老师一发下来怎么办？如果这个孩子他觉得说他应该要赚钱去付这个学费的话，那他当然相当辛苦。但是这个孩子他只要把这一张学费单交给他的爸爸，交给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就可以一样再出去玩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
是全然的放掉，不是我们还要把它抓回来。有时候我们的交托是主啊，我交托给你，但是有时候又再把主的手中再把重担再拉回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把重担再拉回来。交托就是交托，不管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我们，我们都相信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安排。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力量和帮助，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能够得享上帝的丰富跟美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大家当中我们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还没有退休，当然我们也当中也有一些是退休的。那你的退休生活，你通常都会怎么去规划？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很希望要能够有休息跟安息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安静的时刻，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希望能够在退休之后能够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也有的人并不是这样。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漫画。他说退休分成10等人好，他说第一等是什么？玩乐器。叫延年益寿，百病去。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参加这个制服学院的弟兄姐妹，如果玩乐器的话，感谢主，你是一个这个第一等退休的能够延年益寿，百病去。第二等退休也不错，他说无忧愁他说天南地北去旅游，到处都去玩一下。所以很多人会喜欢去参加旅游团，去到处去游览观光。第三个说什么？他说第3等退休叫精神好，什么去养鱼、种菜、遛鸟这样可以让自己可以休闲一下。第4等也不错，就是至少有点事做它是可以叫做唱歌、跳舞、打麻将也至少可以不会退化第5等叫做这个没什么事情，在家里学习写字、练字。千万不要误会，牧师不是说那个书法班，这个是这个第5等，不是是我们可以至少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学习的以前那个有一个中研院的院长，他这样说，他说他到80几岁都还没有失智，他说因为他每一天都学一样新的东西，让自己可以活化，所以让自己的脑筋不断有新东西，可以让自己可以不断的活化的。好，第6等他说什么？退休是很可笑的，他说没有病，那是花钱吃不药。为什么？因为常常要去医院里面找医生至少看到医生他心里高兴因为这个好像这个看到医生就比较心安了。第7等他说也不闲，为什么？因为还回到自己原来的公司工作去做一下至少挣一点钱回家，怕退休没有钱。那第8等的是很辛苦的，因为还要帮儿女当保姆所以这个我们当中有很多这个阿公阿嬷还要当保姆，但是要记得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往这个另外一边那边走好，第9等是什么？缺钱花，然后还要去打工赚钱这个是可能第9等。那第10等是什么？连门都不出去了，都闷在家里面，然后心不宽，心里面还在想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女儿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怎么没有汇钱给我或者怎么样那个叫做心不宽，在家里甚至会憋出病来。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懂得善用我们的每一个时间。当我们每一个时间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用在我们自己的休闲上面，这都是好的。包括孔子也这个曾经这样提到说，这个没有事情的时候，至少还有博弈可以去玩。那个这个叫做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闲乎矣。意思就是你最少还有个博弈嘛第5等那个叫没事做，在家里练字，或者是第4等那个打麻将，那个都是好的，让我们可以有点事情可以去做，然后可以去让自己的时间不至于说都是闷在家里面。当然，最好的服事就是，如果我们还愿意的话，如果你身体体力可及的时候，让我们多一些时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服事不一定你要做大事，
不一定你要站在台上，也不一定你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也许你可以假设，如果你可以种花，也许教会里面的花圃帮忙寻一下。也许你可以做一些的比如说学习，包括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如果更好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常常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里，好让我们领受上帝的话之后，我们能够再继续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很会做服事事工的教会内部的事工的人，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好信息、为别人祷告的人。最近我跟师母学了一套这个祷告的方式叫做5重的祝福。这个5重的祝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为身体健康祷告，不但为你自己，你也可以为你的家人的身体健康祷告。第二个，你可以为自己或家人能够有聪明智慧，做好的时间的安排来祷告。第三个，你可以为你的家人或自己的人际关系来祷告。第四个，你可以为你的灵性来祷告，为你家人的灵性祷告，让他更渴慕、更喜爱这个读上帝的话。第5个，可以为他的学习或是为他的工作祷告，求上帝让我的家人或是我们自己，不论工作、学习都能够蒙恩。所以你可以用你的5只手指头为你的家人或是为自己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给我们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常常为你的健康常常为你的这个能够有智慧聪明，常常为你可以有好的人际关系，有好的灵性，有好的学习跟工作，让你每一天都能够蒙受祝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单在家里也蒙福，在外也蒙福，让我们无论在哪里，祝福都随着我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有人这样说基督徒有很多人是说他自己很忙碌，甚至服事很忙碌的。所以这个凯文德扬这个牧师说，他说被忙碌杀死的基督徒比被子弹杀死的还要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人说我很忙，我很忙碌我没有办法，我服事很多，或甚至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注意到这2个极端吗？一个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另外一个是我忙碌忙到不行，我这个没有时间可以做其他的这个工作，或是其他的服事，或是休息都不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是走在这2个极端里面。另一个是非常闲到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另外一个是忙到我没有时间可以休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要我们忙到没有时间休息，但是上帝也不要我们闲到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去杀自己的时间。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知道怎么样来善用时间，知道怎么样来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和所有的一切，能够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并且让人得益处、得帮助，自己心中也喜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事上也能够蒙恩，不是忙到要死，但是也不是闲到发慌，不知道该怎么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还有时间体力，我们仍然可以为上帝使用，但是也要学习怎么样在安静中得着休息，得到好的这样的一个安静思想的时候。所以做礼拜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安静思想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安静思想我在做的是什么，我做的这些东西是否对人、对上帝有益处，或是有蒙上帝的祝福，或是上帝所喜悦的，让我们可以有时间来做一些的思考。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圣经里面，是耶稣在服事完之后对门徒的一个提醒，还有他自己本身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圣经里面耶稣做的事情都很顺利，其实并不是。各位如果看同一章11章马太福音11章里面，其实耶稣在服事的时候也曾经被拒绝过。听得懂意思吗？像刚刚提到的那格拉逊伯赛大这个加百农在那边耶稣甚至万谈到一个程度说，如果在那边在你们这边做的这些神迹，如果在以前的索多玛跟俄摩拉，人家早就已经都悔改了，但是这些人还是不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耶稣去做所有的服事事工，所有的人都欢迎的，所有的人都接纳的。这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好的一个分享，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的服事好像没有果效，我所做的好像没有人欣赏，我做的事情好像没有人喜欢，然后你就放弃了，或者是就觉得好像我做的没有用。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在上帝面前忠心的来侍奉，因为总有人因我们能够得祝福，可以得帮助。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或许甚至是大部分的人，但是都没有愿意回应。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人回应，他就得到那样的祝福；能够有人回应，他们就得到那样的一个喜乐平安。上帝透过我们，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去祝福别人。所以，当你不被欢迎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受伤难过；当你不被欣赏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好像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不舒服。因为耶稣在服侍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人拒绝他。我很喜欢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假设有机会了哈，当然在这边我还没有常常这样做，但是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可以到一些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发单张，可以去传福音，可以告诉人有关上帝的信息。当然你不一定要跟他讲很久，你可以把单张递给他，邀请他来教会里面聚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服事，虽然可能也许不被接纳、不被接受，有的人会拒绝你，也有人会可能把这些丢在地上，但是你仍然可以去跟他们邀约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以前我在嘉义服事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做一件事情是，以前我们的祷告会不是都是在教会里面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有时候会出去到外面，我们叫做绕城祷告。其实嘉义市不大，嘉义市很小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嘉义卫理堂那边，其实它是附近市政府就在旁边，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走到市政府的时候，我们就驻足在那里为市长祷告，为这个官员祷告。然后如果我们去到哪个地方是基督徒的家，我们就为他祝福。但是在路上我们也带着单张出去，所以遇到人我们就发单张给他。那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跟着我出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发单张给别人，有时候被拒绝，有时候被人家丢在地上。我刚刚讲了甚至是就直接的拒绝。但是这个是一个好的训练。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说，牧师，我带这个单张出去的时候人家拒绝，千万不要这样想虽然人家拒绝，人家是拒绝耶稣，不是拒绝你，所以不用觉得说好像我这样是不是被人家看轻了、贬低了，并没有。别人不接受耶稣，但是并不是代表他拒绝你的。虽然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好像人家会因为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会拒绝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着信心，因为耶稣也曾经被拒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事上，能够不要把压力给自己，因为我们的服事应该是轻省的，应该是容易的。各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早期的祭司在服事的时候要穿一种衣服，叫做细麻布的衣服，知道吗？如果各位看圣经的话，旧约圣经里面服事上帝的祭司，他们如果不是佩戴那个以弗得的时候，他们穿的叫做细麻布的衣服。各位知道细麻布的衣服有什么功用，知道吗？它很通风，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服事上帝的人应该很轻松。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细麻布衣服是很通风的布料，所以意思就是服事上帝的时候应该是很轻松的，不流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服事让你会流汗，当然祭司也会流汗，因为祭司要杀羊嘛要去献祭，当然也会流汗。但是因为通风的关系，所以会让他的身体比较不会流汗黏腻，或者是会这个有一些不舒服，因为细麻布衣服可以通风。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圣经里面用什么来形容，用谁来形容风，知道吗？圣灵，圣灵像风一样，所以很通风的意思也是什么？你的服事要有圣灵的充满。所以不是你自己在服事，而是要有圣灵的充满在你的心里面。好，所以我们看耶稣开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并没有很多的资源，他没有这个叫做这个宣教规划或者是没有什么果效或者是影响力。刚提到了，他甚至连去人家那边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还拒绝他，他也没有好的宣教策略，没有金钱，也没有会堂，但是他仍然坚持跟持续不断的来在那些地方来服侍，即使人家拒绝，我到下一个地方去，仍然继续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卡关，那个卡关就是这边我不行的时候觉得我好像能力不行，好像没有办法。其实我们不断的操练自己的恩赐跟能力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被上帝来使用。也许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学习一些新的事物，或是学习新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学习这些之后，也许我们不一定都全部用得到，但是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上帝来使用。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预备好自己，成为被上帝所使用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是耶稣在服事当中受挫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他怎么样的一个祷告。我们来看一下25到26节，我们一起来念25、26节，一起念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反而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反而是藏起来，但是这些婴孩就显出来？好像感觉上耶稣在说那些聪明人或是那些通达人，他们反而听不懂，但是反而这些像孩子一样的人，他们却听懂上帝要对他们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奥妙的地方是，这些上帝的话语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人把它搞得很复杂的时候，好像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反而却不信了。然而单纯的人，单纯像小孩的人，却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人误会圣经里面有几个角色，认为他们是坏人。其实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有时候他们做的事情比我们厉害很多。这些人叫做文士、法利赛人，或这些人叫做撒都该人，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研究圣经相当的透彻。但是这些研究很透彻的人，反而不愿意接受耶稣。但是那些叫做婴孩的人，好像不懂的人，他们反而接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如果有机会读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各位知道第一个福气是什么？还记得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虚心的人在原来的意思叫做心里贫穷的人。当你心里贫穷，你发现我什么都不懂，我需要上帝的话语，我需要能够学习，我需要能够吸收的时候，那么这个叫做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反而以为我什么都懂了，我什么都会了，我已经基督徒当很久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反而我们在后的会在前，在前的反而在后了。礼拜二我们在弟兄会的时候，常常我们有一些讨论跟分享，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他们是信主的年日是很浅的，但是他们却非常非常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像婴孩一样，我才出生没有多久，好像我就很多东西不会。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吸收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很多人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不愿意让上帝的话进到他的心里面来。所以耶稣这样的祷告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这些心里面自己觉得自己是已经聪明通达的人，他们反而拒绝了上帝的话。但是像小孩一样单纯的人，他们反而领受了上帝的话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耶稣没有会堂，耶稣也没有很多的这些的门徒是有学问的，大概里面只有一个有读一点书，大概就是那个税吏那个马太，因为他要当这个税官的人，可能要有一点学历。但是其他的人其实不是渔夫，就是那个这个流氓，或者是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应该会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这些人却都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信仰不是在于你有多大的会堂，不是在于你有多好的环境，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去跟随耶稣。我们的会堂也许很大，也许我们的冷气很好，也许我们的设备很好，但是这些不能够塑造真正的门徒，卓越的门徒。能够塑造卓越的门徒，是你的心智愿意不断的、持续不断的跟随耶稣，那个才是造就门徒最好的一个管道。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走到一半走不下去啊，这边设备不好啊，我们需要很好的设备，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以为增加了外在的东西就能够让人更喜欢亲近上帝。当然有时候会需要这样，不舒服的环境会让人不好学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时代里面，这些人连会堂都没有。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我的心是不是愿意常常来跟随主，而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地方会堂很大，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好处，或者是这里有很多资源我可以使用。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里面来建造内心的圣殿，而不是只有盖外在的圣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盖造的不是外在的那个漂亮的圣殿，而是晓得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殿，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好，27节我们来看一下27节，耶稣更进一步的说，只有父所启示的，或是子所启示的，才能够认识上帝，才能够认识父，才能够认识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7节，一起念来。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如果不是上帝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耶稣。除了耶稣和耶稣所愿意的指示的这些人以外，没有人能够来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以坐在教堂里，可以坐在礼拜堂里敬拜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也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上帝。很多人不晓得启示跟指示的意思是什么。各位，如果家里有有盖子的杯子哈，那个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启示跟指示的意思就是把杯盖打开来，那个就是启示，了解意思吗？你要打开来才知道里面装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启示的意思就是把杯盖打开来，你就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如果不是上帝把这个东西打开来，不是把这个奥秘打开来，人没有办法来认识上帝。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盖子打开来，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研读上帝的话，要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要把上帝已经打开的事向我们显明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爱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好像也是一个启示的管道，让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来遇见上帝，来看到上帝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显明他的恩典。所以宗教让人夸耀自己，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要夸耀的是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很多人常常以为说服事是好像是为了要让人可以看见，或是要让人可以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是的，服事是要让人看到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从我们的身上让人可以看到。所以上次跟各位介绍了有一本书，就是信义宗他们解释在崇拜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崇拜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在礼拜堂里面做礼拜的时候，上帝透过他的圣言，上帝透过他的话语，上帝透过圣礼，让我们可以圣化，并且能够得蒙祝福，这个叫做施恩的管道。但是上帝也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唱诗、赞美上帝，这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领受上帝的话，让上帝的施恩管道透过他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同时也用感谢和赞美来回应他，这里就是敬拜。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领受圣礼，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领受上帝的祝福。而我们用爱上帝的心跟回应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感谢和赞美来回应上帝的爱。愿上帝帮助我们，服事不是为了要让人看见，服事是为了我们能够来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祝福管道在我们当中。所以后面的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用的。其实这一段话是有意思的，它不是只有针对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它其实是针对服事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8节，一起念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喜欢这段话。很多人信主前，他可能看到这段话，他受到感动，他觉得这个来到主的里面要得到安息。事实上，这段话耶稣是要对服侍的人说的。意思就是，当你服侍到一个程度，当你觉得疲累了，当你觉得身心都软弱的时候，当你觉得好像服侍是重担的时候，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服侍到一个程度，很多事情都要去做，都要去服侍，很累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主的里面来，让我们可以得安息。所以下面这段话很重要，在安息日休息的目的是让我们的身心都参与对上帝的崇拜。有时候我们可能来崇拜，但是心里面还没有跟上来，我们的身体也还没跟上来。所以为什么要在安息日休息？除了我们有心志要来服侍上帝，让我们的心跟上来，让身体也跟上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心灵很慢的，我们需要慢慢的让它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很快，但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比较慢，需要休息，让你的身体跟心理跟上你的想法。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安息日是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让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可以跟上我们自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崇拜当中，让我们身心都能够跟上。所以安息日的核心是将这一天分别为圣，来敬拜上帝跟服侍人。所以敬拜上帝跟服侍人是在安息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除了服侍上帝，我们也服侍人；除了服侍人，我们也在服侍上帝。所以透过服侍上帝，我们也在服侍人；透过服侍人，我们也在服侍上帝。所以在主日停下工作，是为了花时间来完成这个属灵的责任。让我们看到有这个属灵的责任，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是来服侍上帝，而且也是来服侍人的。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他人的时候，也是在服侍上帝。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服侍人，其实我们正在服侍上帝。我们来看一下29节，耶稣对这些门徒的提醒。29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耶稣在服事的当中，他不觉得服事是一件苦差事。各位记得，如果看到圣经里面的时候，耶稣曾经到撒玛利亚的井边去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然后谈完之后，其实他的门徒要带午餐给他吃，但是后来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把服事上帝当成是他的喜乐，好像吃东西一样那样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服事，如果你的侍奉会让你变成愁苦，那么有可能会是失焦了。我们可能放不对地方。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应许我们在他的恶当中，在他的样式里面，我们可以得享安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3章4节，这样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念一下3章4节，一起念来：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哪些东西是宝贵的？温柔安静的心，作为我们的装饰，不是急躁的，不是急急忙忙的，温柔安静的心，而且记得叫长久。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有温柔安静的心作为装饰，来在上帝的面前。他说，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在上帝面前这是宝贵的，能够安静温柔作为装饰来到上帝面前，这是极宝贵的。所以休息不是不努力，而是学习依靠上帝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提到风在圣经里面来形容圣灵。各位知道有一种动物，它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飞上去的，它是靠风。各位知道是哪一种动物知道吗？老鹰，对不对？
各位知道老鹰的翅膀很大片，对不对？那个小雀鸟它的翅膀才是比较一直在震动的。老鹰如果一直震动，它很累。可是老鹰怎么飞，知道吗？靠着风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那个鹰为什么它大大的张开翅膀？因为要让风可以充满它，灌注到它的这个翅膀上面，可以来帮助它，不管要上升或是下降，都透过这样的风的力量来做。如果不是靠着圣灵，都会很累的。你看那个小雀鸟在飞的时候要振翅高飞，但是振翅是很累的。所以你要让你的服事是轻省是容易的，你需要靠圣灵的力量。所以诗篇里面说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上帝，他才是成就这一切的主。好，所以耶稣最后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知道这个就是轭，那个牛上面这个东西就是叫轭，因为我们现在很少人看到这个东西。好，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就是夹着这个轭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难过，你不会觉得难受，因为它是很合宜的。好，所以各位知道这个容易跟轻省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合乎他的身材的，了解那个意思吗？好，合乎那只牛的那个身量的时候，那只牛不会因为拖着这个车子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以至于磨破了它的皮，以至于受伤，或者是这个不合适的轭加在它的身上，让它变成是重担。所以这个轭是它的合宜它的身体的，合宜它的状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叫做容易的跟轻省的。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的轭让我们不会磨破皮，耶稣的轭不会让我们太过的重担，耶稣的轭让我们合于我们的身量，合于我们的身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不是惯老板，耶稣不是那个恶老板，说好像要把我们操到死，没有。如果你的服事让你觉得我的服事把我操到死，那么那是恶老板的行为。上帝不是恶老板，上帝是希望我们得祝福的。所以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不是要把荣耀归给自己，或是在乎自己要做些什么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眼睛是要被人看见，希望被人看见，那么我们就不是在荣耀上帝了。所以包括你的服事，在教会的侍奉，还包括你在外面的工作，都是服侍上帝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是服侍上帝，你在外的工作也是来服侍上帝。当你顺服你的长官，当你顺服你的老板的时候，你也正在顺服上帝的带领跟安排。愿上帝帮助我们。当然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需要有一些的反应，但是如果在应该或正确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用服侍神的心来工作，包括面对你的老板，面对你的主管。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上也来服侍上帝。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侍奉的中心是荣耀上帝，而不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失焦就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啊！我唱诗唱完，哦，我好厉害。我曾经看过有年轻人在唱完诗的时候下来的时候，这个身体是这样的，摇着下来，好像觉得我今天做完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样哈。侍奉的中心是荣耀上帝，而不是自己啊。所以我们不管在教会里各样的服事，或是在外各样的服事，生活的层面都是荣耀上帝的。侍奉的关键不是在乎这个看得见的人的眼光，是要在乎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眼光。上帝看为好才是好，而不是人看为好的。好，所以千万要先除去第一个东西，就是千万不要把事工取代了耶稣基督。如果当你的事工取代耶稣的时候，那就不正常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不要把你的侍奉变成取代了耶稣。很多人说啊，我要多服侍才是爱上帝，错了。爱上帝跟服侍是两回事。爱上帝是你跟上帝的关系，那服侍是你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服侍才是爱上帝的表现。爱上帝是你看不看重上帝的话，有没有常常以上帝的话为乐，有没有常常把上帝的话存放在你的心里，有没有按照他的话去行，而不是服侍。所以服侍不一定要变成是好像你的第一位。很多人说这个服侍才是第一位，好像这样才是侍奉上帝。不是的，
上帝在你的每一个生活层面都是第一位，那才是把上帝摆第一。服事当中把上帝摆第一位，而不是把人摆在第一位，不是为了人的缘故来服事的。第二个，服事的过程是真诚，而不是随便的。所以不要打马虎眼，在服事的时候，要当作我正在上帝面前服事。各位知道，其实我很喜欢孔子的一些言论。其实孔子很聪明，他知道敬拜上帝的态度是什么。各位知道，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什么？敬如在，敬神如神在。意思是什么？你敬畏上帝的心，如果是在的，那么你要把上帝就当作他就在你的面前，看着你正在服侍，或是他正在你面前，你怎么去侍奉他？所以不管人看不看得见，都是不马虎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不是因为人没看到，所以我就随便了。那如果人家有看到，我才努力，不是这样，而是不管人有没有看到，我都是真诚跟不随便的。有一个牧师，各位可能常常在好消息频道有看过寇绍恩牧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深深的敬重那些当教会最困难的时候，仍然默默承受指责，不说话、不回嘴，只做事，带着盼望坚守岗位的长辈们。他们是真正懂得爱，爱是永远不放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因为人家的说话，常常因为人家的标准，或是人家的一些指责，我们就放弃了，或甚至就不喜欢在那个位置上，不愿意再继续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不放弃。当我爱上帝，我愿意服侍上帝的时候，这个位置我常常在这里。虽然别人指责，但是我不说话，不回嘴，我只做事。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上不是因为人的缘故动摇，而是我们能够持续走在上帝的路上。所以最好的一个奖赏，就是在服事当中，我们能够得到改变，能够得到上帝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的服事跟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服事，每一个人都要磨掉一些东西。当你要跟人相处、跟人接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掉身上的一些东西，你才能够跟别人合在一起。各位有看过有很多这个砖块，它要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个石头或砖块是凹凸不平的，就无法叠在一起。你除非你当中要有一些结合的地方，所以要能够贴在一起，必须是没有任何的嫌隙的，没有任何的空隙，才能够叠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服事当中，有时候上帝会磨掉我们一些东西，这是好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第三个，服事完成是享受，而不是重担。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服事是享受，而不是忍受。不是忍受着服事，是享受服事。享受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服事的成果，是能够荣耀上帝，可以让人得到益处的，这才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好，所以立刻胡哲这样说，他说：“上帝不会允许无意的事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求主怜悯，让我们在服事上看到，即使是困难的，或是人所不喜欢的服事，这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最美好的利益，都有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在当兵的时候，其实我以前当兵的地方是一个运输群，一个运输连，是开车的。事实上，我到退伍的时候，我都还不会开车，因为我是带着修车技工的人去修这些车子，但是我不会开车。然后我们那个运输连里面，其实所有的排长都跟长官不合，所以都自愿申请调离职，那只有我留下来。那可能我跟我的长官比较，我们的专业不同，所以我比较不会侵犯到他，但是他常常也是用我用了很多哈。本来我是保修官，是不用背那个红带子的，但是后来还是背了，因为没有排长，只好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大概背了大概将近8个月的时间，那一条红带子好像绣在我的身上一样。你知道那个当兵的人应该就知道，那个排长要绣红带子绑红带子在身上。我放假的时候那个交给我的这个士官，请他们帮我带背。等我一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士官赶快丢给我。然后那个方式是用丢的，他不是用那个好好交给，他是丢给我。为什么？因为太重了，这个责任太重了。8个月的时间，几乎每一天都要背着红带子上工。但是这8个月也训练了我一些的体力、精神跟一些的领导能力。所以虽然看起来是不好的，
但是对我的生命跟我的人生都有益处。所以曾经有很多我的同学问我说：“哎，你怎么不怕上台？因为在部队里面都已经训练过了，你要怎么样上台，这个都已经训练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其实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如果你忙到一个时间，没有办法在读经、祷告、聚会跟服事当中享受到上帝的爱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太忙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经、祷告、聚会跟服事的时候是享受上帝的爱，而不是觉得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包括我们来做礼拜、做聚会，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而不是要为了来报道一下或是来打卡的，没有这个义务。我们来上帝的面前是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不是因为我要忍耐着来这边，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忍耐来这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是喜乐、是平安的，是蒙上帝祝福的。所以人喜欢我们，看到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热心的服事跟侍奉，好像我们在这边做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那才是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最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来荣耀上帝，透过我们的服事，也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侍奉你，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不疲累，让我们在参与聚会的时候是喜乐跟平安的，因为我们要来得祝福。谢谢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不小看每一次可以做礼拜的时间，也不小看每一次我们可以来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这都是你给我们蒙祝福的机会，也让我们透过服事来调整跟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合乎你的喜悦，讨你的喜欢。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或许我们常常会有摩擦，或许我们当中需要磨掉一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磨掉这些，或者是擦掉这些之后，让我们能够与我们的同工，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更紧密的结合，也能够来完成上帝的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让我们更能够清楚服事的一些要点。好，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新灵粮诗选468首我们只要唱第1节跟第4节，我们起立一起来唱。日日专心靠救主。第4节，依靠耶稣度今生，仰赖救主不变更，直到历史今天成，靠着救主到永远，时时刻刻靠耶稣，朝朝暮暮靠耶稣，无论遭遇何事故，一切为靠主耶稣。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也请私信的同工们来到台前。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
我们从你那边得到丰盛的赐给，让我们能够丰富有余。主啊，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间，把从你那里得来的奉献一部分，用在主你的事工中，求主你赐福。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陈歌》。我们现在拆切礼哈，我们先介绍2位新的来宾。第一位是曾小文，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另外一位是曾建英嘛哈，欢迎，请坐，请坐。都是在亚洲大学兽医系哈，非常高兴你们来参与我们的聚会。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唱第2次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起立问安。我们就回座请大家我们接下来有一些事工的报告。
先看一下教会的消息啊。主日崇拜后会召开小组长会议啊，所以请小组长们要留步参加。总会将于8月1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在本堂的要开的是儿童师资培训课程。那邀请所有对儿童主日学有教会学意愿的，或者是愿意关心儿童事工的弟兄姐妹参加。如果是有意愿呢，可以向我们的教育执事李淑仪姐妹报名。国际读经会要在10月14号还有21号的上午9点到12点啊，那会借用本堂举办叫做旧约有宗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开始报名，费用每一个人600。那如果是有要报名的，也是要向我们的教育执事李淑仪来报名。好，第4点，教会将于7月份双周六的这个上午10点钟开设的是社区的台湾民谣活动。那我们是有邀请林华里长李敏还有社区的朋友来参加指导老师是天一执事。这也是我们算是在暑期本堂的外展事工，那也为这个事工来祷告。为充实暑假的学习牧师要在7月22号到8月26号，每周六的上午10点要开设的是叫做从新生命开始的师资课程，欢迎有意愿学习从领人信主到生命成长的弟兄姐妹参加报名这个是年龄不限的报名也请加我们的牧师蔡牧师。总会在7月18号到19号是有培训的红本还有金本的师资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有本堂是有天一执事还有牧师要参加的也为他们参与这个培训师资还有开课的之后的开课来祷告。总会的姐妹会是在8月18号到19号，那是举办姐妹的夏令营，内容是有关于认识忧郁症还有如何与病患相处的相关的这些知识。那即日起可以向办公室报名。那这个报名在7月12号截止另外就是主日后的11点半到12点半牧师开设的周边谈查经小组，那这个已经从上周都开始了。那希望如果是有人愿意谈论或者是了解圣经上的很多议题的话，可以参与。另外第4点，卫理神学院的延伸课程是要开的是加拉太书师资是刘清浅牧师。那这个课程上课的时间是9月22号到2024年的1月5号。那如果是有人愿意，那就请向办公室报名。好，我的报告就到这里牧师还有没有其他报告？现在虽然是暑假时间那请弟兄姐妹也仍然要继续的保持一些该要有社交距离，该要戴口罩还是要戴，因为最近还是有一些疫情的状况出现，那而且是相当高的反弹那包括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也有一些
这个面临要这个家人有确诊，或者是自己有生病的状况，那还是跟大家提醒，就是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以暂时先不要来聚会，那可以在家里面可以看直播或者是可以这个上线看直播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尽量能够保持安全的一个状态。那也请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在确诊当中的这些的家庭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代求。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暑假的当中，这个刚刚有报告到的，就是我们那个台语民谣的这个时间在这个礼拜六就是这个礼拜六这一周的礼拜六就会开课第一次的上课。那也邀请一些对台语老歌有兴趣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还有你的家人也可以邀请。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参与。那所以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在7月22号要开的这个课程叫做陪谈课程。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他愿意对教会的信仰、对你的信仰有兴趣，想要来接触的，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开始，然后让他们能够带到他们能够来认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请弟兄姐妹假如果时间上许可，也邀请弟兄姐妹可以来参与跟参加这些的课程。那还有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有周边谈的时间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谈的内容不设限，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包括你自己的想法都可以但是我们会在这个茶点当中，我们彼此来分享，但是也尊重每一个人的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不会去变成说是去判断谁对谁错或是什么，没有的。我们就是在这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分享，然后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讲出自己的想法跟感受。那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也能够参与在我们这些的在暑假当中的一些的聚会，或者是一些的这个查经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以上，谢谢。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义颂。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参与在你的永恒计划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使用的器皿，并且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人的人。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说的话、所行的事都使人蒙福，使荣耀归于上帝。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为你们代祷告。